唔惊寒，你排咧都是为了要将冬季奥运的吉祥物冰墩墩砸断去。身体冷的，心里是暖和的。冰墩墩是广州美术学院设计一只鸟形，用冰壳包起来。真侪人感觉讲，这是最近这几届上古锥的吉祥物。春节期间从初2开始，就是每日单日的销售额已经破100万了。因为冬季奥运无开放入场，要一只冰墩墩转去，互民众有参与感。冰墩墩真了够热门，一般的店限定讲一个人干会使买一仙尔，买无的爱搁等。比较遗憾没有买到，他们说只能到年后15以后才会有货。2月初去中国访问的摩纳哥的亲王嘛，感觉伊的囡仔一定会介意冰墩墩。伫人民大会堂体验过摄影人啊了后，伊随问讲。Can I keep that? Yes, of course. You know, can I ask you a big favor? Yeah. Can I do a second one because Sure, definitely. I have twins. Oh. So if I only bring back one. 唔那囡仔介意，大人嘛介意。日本电视台主持人就真愛冰墩墩。ビンドゥンドゥンはいやもう心の癒しです。なんかビンドゥンドゥンを見ると、ああっていう気持ちになりますね。冰墩墩阁迁移到外国，套装的红仔伫日本已经炒到89000几块的日票。针对这款做卖虎卖现象，北京东澳的组委回应讲，会赶紧补回，也毋过嘛呼吁大众，和另外一个吉祥物叫雪融融加淡薄仔关爱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